今天是重庆的古董衣收藏家姐姐带了自己收藏的古董服饰，跟女儿一起来拍一组母女写真。听说你们家里收藏的古董衣非常多，都可以开个博物馆了。统计过有多少件吗？我收藏的时间就是特别的久，应该是上了100多件的。还是很多了，100多件。但是我看这些品相的话都很好，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拍摄的这几套吗？这一套呢是给我女儿配的，这是一件粉地纱料的汉人斜襟的袄子，使用的那个纳纱绣特别漂亮，特别的雅致，大概是在同治时期的达子绣的月花裙。这是一件越绣的女士上袄，这是一件豆绿色的越绣马面裙。这个马面它是一个凤凰的，这个题材非常少见。今天姐姐在造型上面有没有什么要求呢？我喜欢那种复原一点的，做这样的造型吗？那没问题，我们先去做一个造型看一下。好的。全身看到回應在這火花。